我只是想知道，除去太子的身份，我在你眼中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？我问他个哈嘛，我弄知道个哈的老子，我只在弄了说，我最后一顿才猛说，个多出背得去，个自己得嚣张，刚才那个地莫咋呢？我晒个咩，那你样子个我只在伢做嘞，个那破一只容狗，落一只容晒，我那得甩公到成刀嘞，刚才那个落进伢做搞了呢，个自己上那个我咋就哐当菜了呢？你接着说。我上下的，要录得钱呢，得得猛的，只有下面得说的，我咋就会蒙票蒙丢呢？得以我来的呀，真人一度伢一度，一度漏一度，这下面嘞，让我跟得等一下咋？得不能只一下咋？得到伢的得多人伢嘞。你终究还是选错了。